不要回家，花都身上一样。
相
娘娘请讲。许先生，你真信啊？哎呀，娘娘，许先生当作自行去呀。你家之何此？哈达梅娃，什么地方？哈里五哈达村？哈达村啊！主上祝我胜利。主上不必谢意，我一日的就来了。府上共有几分？家里共有多人？哪几个？爹爹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姨我，少了5个，还少一个呢？还有一个是谁？是妹妹呀！啊，娘娘千岁，你还像你这样仔细，这谁啊？相信他大概张小儿，你巧把一生巧把兄弟300两之类戏弄于我，给当何谁？哎呀，娘娘，兄我真的许先生呀！许先生。我定要救你。娘娘摆开了天雷阵，
看得见。哎呀，